一枪。这当阵，狐狸出现了。牛仔，狐狸讲：牛仔，小王子真好掠来回答。伊越头过去看，毋过啥物拢无看到。我伫遮，伫咧苹果树下骹。迄个声音讲：你是谁？小王子讲：你生甲足水啊！我是狐狸。狐狸讲：来遮，甲我做伙耍。小王子甲建议。我心情足歹诶。我袂当甲你耍。狐狸讲：我也袂互人压落性。歹势。小王子讲，毋过伊想想咧，佮问讲：压落性是啥物意思？你毋是本地人吼？你咧找啥物？狐狸问。我咧找人。小王子讲：压落性是啥物意思？人有请。狐狸讲：因会去拍啦，所以真麻烦。因阁会饲鸡，这是因唯一有兴趣的。你敢咧找鸡啊？无。小王子讲：我咧找朋友。压落性是啥物意思？这是一件定定互人袂记一个代志。狐狸讲：意思是建立关系。建立关系。当然。狐狸讲：你对我来讲，敢若是一个查甫囡仔尔，甲别位的千万个查甫囡仔拢共款。我无需要你，你嘛无需要我。我对你来讲，敢若是一只狐狸尔，甲别位的千万只狐狸拢共款。毋过你若甲我压落性，咱两人就互相需要。你对我来讲，就是世界上唯一的；我对你来讲，嘛是世界上唯一的。我慢慢开始了解啊。小王子讲：有一蕊花，我想伊甲我压落性啊。有可能哦。狐狸讲：伫地球顶悬，啥物代志拢会当发生。毋是咧地球顶悬。小王子讲：狐狸看起来真好奇。是咧另外一粒星星顶悬哦。对。迄粒星顶悬有人拍蜡无？无。真趣味，有鸡仔无？无。唉，甘蔗无双头甜。狐狸吐大气安尼讲，毋过狐狸佮继续讲伊的想法。我的日子真无脚，我掠鸡仔，人掠我。所有的鸡仔拢生做共款，所有的人嘛拢生做一个样，所以我感觉淡薄仔无聊。毋过你若甲我压落性，我的日子就可比是雨过天晴。我会知影有一款脚步声，甲别人的拢无共款。听着别人的脚步声，我会藏伫土里；听着你的脚步声，就亲像听着音乐，我会为土里走出来。也阁有，你看遐。看到迄片麦仔园无？我无咧食芳，麦仔对我来讲无路用，麦仔园对我来讲嘛无意义，安尼足可惜的。毋过你的头毛是金色的，安尼讲起来，你若甲我压落性就上介好。麦仔是金色的，会互我想到你，我就会介意听风吹过麦仔的声音。狐狸点点，目睭金金看着小王子。拜托咧！甲我压落性啦！伊讲：我真想要安尼做。小王子讲：毋过我无偌济时间，我要去熟悉新的朋友，要去发现新的物件。咱敢若会当熟悉已经互压落性的物件。狐狸讲：即卖的人无时间去熟悉别项物件。因拢直接去买生理人做便便的物件，毋过嘛无生理人咧卖朋友，即卖人就拢无朋友啊。
你若想要交朋友，就甲我压落先啦。应该安怎做？小王子问。爱真面烂，狐狸讲。你先坐伫我边仔，坐较远咧，像安尼，坐伫草仔埔，我用目尾甲你看。你莫甲我讲话哦，误会拢是话语引起的。毋过你逐工慢慢啊坐较晏咧。过顿工，小王子阁来啊。每一日共一个时间来阁较好。狐狸讲。譬如讲，你若下晡4点来，为3点开始，我就感觉欢喜。时间若愈接近，我就感觉愈欢喜。到4点啊，我就心肝皮肤菜开始烦恼。我发现着幸福的代价。毋过，你若话要来就来，我就永远无法度知影几点爱开始调整心情。应该爱有固定的仪式。什么叫仪式？小王子问。这嘛是定定互人袂记一个代志。狐狸讲。这项物件，互一天甲另外一天无共款，1点钟甲另外1点钟嘛无共款。比如讲，伫我大遐，拍蜡的人有一种仪式，因逐礼拜四会甲村内的查某囡仔跳舞，所以拜四是上乐痛的日子。我会使一直散步到葡萄园。遐拍蜡的人，若是话要跳舞就跳，安尼逐工拢共款，我就无通休喘啊。所以，小王子就来甲狐狸教乖啊。分开的时间要到的时阵，狐狸讲。我真想要哭。这是你的毋对。小王子讲。我无想要互你伤心，是你叫我甲你压落性的。无毋对。狐狸讲。毋过你阁讲真想要哭。小王子讲。当然啊。狐狸讲。安尼，你嘛无趁着好康。我有趁着，因为麦仔的色水会互我想到你。狐狸讲。尾啊，伊阁继续讲。搁去看遐的玫瑰，你就知影你迄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你转来甲我讲再会的时，我甲你讲一件秘密做伴手。小王子紧走去看麦仔遐的玫瑰。恁一点仔拢无成我的玫瑰，恁抑阁啥物拢毋是。伊对因讲。也无人甲恁压落性，恁嘛也袂顺服任何人。恁对我，就亲像较早的狐狸共款，敢若是一只甲千千万万的别只相共的狐狸尔。毋过，我已经将伊变做我的朋友，伊即马是即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遐个玫瑰看起来真无爽快。恁生甲真水，毋过恁是空虚的。刷落去，伊对因讲。无人会为恁去死。我的玫瑰，凊彩一个过路人会叫是伊甲恁拢生做一个款。毋过，独独伊一蕊，就比恁全部同齐搁较重要。因为我压的是伊迄蕊花，我放伫玻璃罩内底的，嘛是伊迄蕊花。我用杂边来甲杂风的是迄蕊花。我将刺毛虫杀死，毋过会留2-3只互爷，嘛是为着迄蕊花。我听着咧喊咧分家龟，有时啊，搁点点的，嘛是迄蕊花，因为伊是我的玫瑰。小王子搁转来甲狐狸讲。我来走啊。伊讲。才来者。狐狸讲。这就是我的秘密，讲起来真简单，咱得要用心，才会当看好清楚。上界重要的物件，用目睭是看袂到的。上界重要的物件，用目睭
是看袂到的。小王子搁再讲一摆，检查家己袂记得。你为着你的玫瑰所消磨的时间，才互你的玫瑰变甲遐尼重要。我为着我的玫瑰所消磨的时间，小王子搁再讲一摆，检查家己袂记得。人拢甲即个事实放袂记住啦。狐狸讲：毋过你无应该袂记住，你爱对你已经压落成的物件负责任，你爱对你的玫瑰负责任。我爱对我的玫瑰负责任。小王子搁再讲一摆，检查家己袂记得。